你係咪都有過咁嘅時刻？半夜2點，四周圍靜英英，你個人明明已經攰到散晒，但個腦好似一架失控超載嘅機器膽，瘋狂係膽轉。日頭俾人話嘅某1-2句說話，一個未搞妥嘅工作關鍵，對未來不確定性嘅恐懼，甚至係10年前一件樣衰嘅往事，都喺個腦入面翻江倒海。你覺得好焦慮，心口好悶，成個人軟弱無力，明明乜都冇做過，但就攰到好似搬咗成日磚擔。呢種狀態，用現代心理學嘅說話嚟講，就叫做精神內耗。我哋成日以為內耗嘅來源係外在嘅壓力和生活嘅刁難，我哋怨供樓負擔太重，怨老細太挑剔，怨另一半唔夠體貼，怨條命唔夠好。但實際上折磨緊我哋嘅，從來都唔係事實本身，而係我哋對事實嘅過度解讀、反覆執着同埋死都唔肯放手嘅執念。我哋喺自己心入面築起咗一座座無形嘅監牢，將自己困喺入面，日日夜夜同一個根本唔存在嘅對手搏擊。2000幾年前喺印度舍衛國嘅皮樹級孤獨園入面，有一位智者同佢嘅弟子都進行過一場關於點樣安頓身心嘅對話。呢場對話被記錄落嚟，編纂成一部震撼古今嘅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金剛即係宇宙入面最高大、最硬淨、最鋒利，可以摧毀一切物質嘅寶石。般若代表住可以洞察宇宙人生真相嘅至高智慧。呢部經典嘅核心就係用好似金剛đảm鋒利嘅智慧，一刀斬斷世間一切執着，拍開眾生心入面嗰團亂七八糟嘅迷霧。喺《金剛經》無數金句入面，有最狠、最決絕，同時亦都最慈悲嘅一句話。呢句話得短短12個字，但就利刃啖一刀插中精神內耗嘅死穴。它又好似一劑猛藥，醫好咗無數人積埋嘅心病。呢句話就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果將呢句至高無上嘅佛法落實到我哋嘅俗世生活入面，轉化成人生最高嘅修行，其實可以用好簡單嘅4個字去概括：放下即是重生。好多人一聽到放下呢2個字，本能上就會好抗拒。喺依家呢個凡事講競爭、講狼性、講內卷嘅社會入面，放下難道唔係認輸咩？放下難道唔係躺平咩？如果我乜都放低晒，我份工點算？我個家庭點算？我憑乜嘢去同人爭？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對佛法最大嘅誤解。《金剛經》入面講嘅放下，從來都唔係叫你逃避現實，走入深山野嶺隱居，亦都唔係叫你對生活失去熱情，變得麻木不仁。相反，佢係教你一種大智大勇嘅解脫藝術。佢係要你喺睇清咗生活嘅底牌，睇醉咗世界嘅虛妄之後，依然可以好熱烈、好毫無懼色膽去生活。跟住落嚟，我哋會分4個核心章節，徹底解剖我哋喺生活、職場、情感、逆境以及自我認知入面遇到嘅種種內耗。睇下呢句最狠嘅話係點樣幫我哋打破執念，重獲新生。第1章：職場與名利嘅內耗，解讀4相嘅枷鎖。喺依家都市嘅寫字樓入面，精神內耗簡直變咗每個上班族嘅標配。我哋不妨睇下幾個無比真實嘅日常場景。星期一朝早，老細喺工作群組入面發咗一條通知。平時佢都會習慣性淡加個笑臉 emoji， 但今日冇得反冷冰冰嘅文字，你個心當堂甩燈一聲，一種莫名嘅恐懼感油然而生。跟住落嚟嘅成日，你都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做嘢，開始瘋狂淡復盤自己最近嘅一言一行。係咪琴日份星期報告嘅數據寫得唔夠靚？係咪上次開會嗰陣自己反駁佢嘅觀點令佢唔高興？定係有同事喺背後講我壞話？又或者公司入面同你一齊入職，甚至能力仲差過你嘅同事，突然間宣布升職加薪，變咗做你嘅直屬上司？嗰一刻，一種混合咗妒忌、自卑、唔甘心同埋焦慮嘅複雜情緒瞬間將你吞噬。你表面上笑笑口恭喜佢，內心其實喺度滴血。你開始否定自己，覺
覺得自己係個徹頭徹尾嘅失敗者，甚至對反攻產生咗強烈嘅抗拒同埋厭惡。呢種因為名利、地位、人哋嘅評價而產生嘅內耗，本質上係源於我哋對身份同結果嘅極度執着。針對呢種痛苦，《金剛經》給出咗最經典亦都最辛辣嘅診斷：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呢段話嘅意思係，如果一個修行人心中仲殘留住呢4種相，但佢就根本稱不上係覺悟者。而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呢，4相正正就係我哋職場同名利內耗嘅4大根源。首先係我相，呢個係所有痛苦嘅起點。喺職場入面，我哋通常太過在乎我嘅利益、我嘅面子、我嘅尊嚴，因為呢個我字被無限放大，所以周圍人嘅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被我哋嘅雷達捕捉到，仲會解讀成係針對我、挑釁我或者否定我。老細冇發 emoji， 其實可能只係佢當時揸緊車或者心情唔好，同你一點關係都冇。但在我相嘅作祟之下，你夾硬將佢演繹成一出職場宮鬥劇。其次係人相，人相即係盲目同其他人去攀比。我哋對自身價值嘅定義唔再來源於自己做咗幾多嘢，成長咗幾多，而係來源於自己係咪比人強。見到人哋過得好，自己就痛苦；見到人哋落魄，自己就暗爽。喺呢種攀比之中，你嘅情緒完全被身邊嘅人掌控，心隨物轉，永遠都得唔到真正嘅安寧。再者係眾生相，眾生相指嘅係活喺大眾嘅眼光、社會嘅世俗標準同埋集體嘅標籤入面。例如社會話你知，30歲一定要買車買樓，35歲如果混唔到做管理層就係失敗。男人一定要年薪100萬，女人一定要兼顧事業同家庭。這些大眾俾你嘅設定，好似一條條沉重嘅枷鎖，擔套喺你條頸度。你每日攰到死啖去迎合呢啲標準，但從來都冇問過自己，呢啲真係我想要嘅嘢咩？最後係壽者相，壽者相喺現代生活入面表現為對長久、永恆、穩定嘅盲目執念。我哋總係希望依家個職位係鐵飯碗，依家行內可以紅火100年，依家賺到嘅財富永遠唔會縮水。因此，一遇到行業變革、裁員潮或者減薪，我哋就會陷入滅頂淡嘅恐懼同內耗入面。《金剛經》對職場內耗俾出嘅答案就係呢4個字：離相修善。經文入面有一句極具實用價值嘅核心方法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句話簡直係醫治職場焦慮嘅特效藥。乜嘢叫做生其心？即係你做嘢嗰陣要搏到盡，發揮你全部嘅主觀能動性。你去寫一份報告，去傾一個客，去策劃一場活動，都要抱住最極致、最專業嘅態度去做。呢個叫做精進，呢個叫做敬業。乜嘢叫做無所住？即係當你做完呢件事之後，你個心唔好黐住喺最終嘅結果、老細嘅態度、同事嘅議論或者升職加薪嘅期望上面，你要將我由結果入面抽離出嚟。當你學識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喺職場上嘅狀態就會發生隨心革面嘅改變。你做一件事唔再係為咗向邊個證明自己有幾勁，唔再係為咗去討好邊個，亦都唔係為咗同邊個去爭個高下。你純粹只係想將呢件事做好，事情做成了，你淡淡一笑，嗰個係因緣具足，唔會因此而得失失態。事情做衰咗，你復盤原因，吸取教訓，呢個叫諸相非相，唔會因此而否定自我。老細批評你，你聽到嘅係佢對工作本身嘅建議，而唔係對你人格嘅羞辱。同事升職了，嗰個係佢嘅因緣同埋努力嘅結果，唔代表你嘅人生就此定格。當你將呢重重嘅心靈枷鎖解開，學識放低對名利同身份嘅對立執着，你會發現你非但冇失去競爭力，反而因為內心嘅放鬆同專注，爆發出前所未有嘅創造力。你喺職場嘅廢墟同埋戰場上，迎來咗真正自由嘅重生。第2章，情感與人際嘅內耗，睇穿夢幻泡影嘅真相。
如果話職場嘅內耗主要折磨嘅係人嘅大腦，但情感同人際關係嘅內耗折磨嘅就係人嘅心靈同埋血肉。古往今來，世間最令人痛徹心扉、糾纏不清嘅內耗，莫過於一個情字。喺現實生活入面，關於情感嘅內耗，每日都喺度上演。有啲人深陷喺一段已經名存實亡、充滿咗冷暴力或者爭吵嘅感情入面，日日互相折磨、流眼淚。佢哋明明知道呢段感情已經冇未來，同呢個人一齊只有痛苦，但佢哋就係唔捨得放手。點解？因為唔甘心。佢哋喺心入面同自己講：我投入咗最好嘅青春，付出咗咁多錢同精力，如果依家放手，我以前嘅付出唔係全白費晒。呢種執念令佢哋喺怨恨同痛苦嘅沙泥入面越陷越深，攞人哋嘅錯誤持續懲罰自己。仲有啲人面對愛人嘅突然背叛或者決絕離去，成個人徹底崩潰。佢哋喺深夜入面一片又一片彈翻睇以前嘅對話記錄、合照，反覆質問：點解？點解佢以前對我咁溫柔，承諾過要一生一世，依家可以走得咁決絕？點解人心可以變到一文不值？佢哋試圖喺一個充滿變數嘅世界入面去捕捉、去鎖定一個永恆不變嘅承諾，結果只係令自己被回憶嘅碎玻璃炸到遍體鱗傷。呢種喺人際關係同情感入面嘅極度痛苦，佛教稱之為情執。我哋之所以會產生情執，係因為我哋喺潛意識入面將對方當成咗自己嘅私有財產，將感情當成咗可以長久不變嘅實體。針對呢種世間最大嘅迷惘，《金剛經》喺全書嘅結尾用咗一首堪稱文學史同哲學史巔峰嘅偈子，俾出咗最清涼嘅解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世間所有由因緣和合而生嘅事物現象有為法，不論係錢財、名利，定係我哋睇得比條命仲重要嘅愛情、友情、親情，佢哋嘅本質都好似一場夢境，一個幻覺，好似水面上轉瞬即逝嘅泡泡，鏡入面虛幻嘅影子淡。佢哋亦都好似朝早太陽一出就蒸發嘅露水，好似烏雲中劃破夜空得那一瞬光芒嘅閃電。佛陀呢句話係叫我哋唔好去愛，唔好去投入咩？唔係，佛陀係話我哋知萬事萬物嘅客觀規律，佢哋好靚，但佢哋嘅本質係無常嘅。你之所以痛苦內耗，係因為你誤將泡影當成咗磐石，試圖喺流動嘅沙灘上面起一座永恆嘅城堡。當初佢愛你，對你許下承諾嗰陣，嗰個係真嘅，因為喺嗰個特定嘅時間點上面，你哋彼此吸引嘅因緣具足，佢嘅情感流露係真誠嘅。而依家佢唔愛你，選擇背叛或者離開嗰陣，呢個亦都係真嘅。因為隨住時間嘅推移，環境嘅改變，彼此嘅因緣已經發生咗變化，原本嘅平衡被打破咗。人心係流動嘅，萬物係無常嘅。呢個世界上冇人可以真正擁有另一個人。你試圖去揸住一陣已經吹以往嘅風，試圖去留住一道已經消失喺天際嘅閃電，除咗令自己雙手空空如也、成身攰晒之外，乜都得唔到。《金剛經》入面有一句非常震撼、打破常規邏輯嘅公式：佛說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我哋完全可以將呢個智慧公式降維，應用到我哋嘅俗世情感入面。所謂真愛，即非真愛，是名真愛。真正讀懂《金剛經》、擁有大智慧嘅人，喺談戀愛、面對家庭嗰陣係個乜嘢狀態？當因緣具足、兩情相悅嗰陣，佢會全心全意淡去投入，去體驗當下嘅甜蜜同美好，去盡到做伴侶嘅責任。佢絕不敷衍，因為呢個時候呢個就係是名真愛。但佢心入面無比清醒，但知道呢個人、呢段感情喺本質上並不真正屬於我，隨時可能因為無常嘅到來而發生變化。呢個叫即非真愛。有了呢層深入骨髓嘅認知，當愛喺身邊嗰陣，佢唔會作，唔會鬧，唔會患得患失，
啖去 check 對方嘅私隱，因為佢懂得珍惜當下嘅姻緣。而當無常降臨，愛意消逝，或者對方選擇離開嗰陣，佢雖然都會覺得傷心同難過，但佢絕對唔會去糾纏、去怨恨、去歇斯底里啖報復。佢會整理好自己，雙手合十，喺心入面默默多謝對方曾經陪自己走過生命中嘅呢一段路程，然後優雅平靜淡轉身，喺日常嘅人際交往入面，亦都係淡。人哋讚你嗰個係如夢幻泡影嘅喜悅，聽下就好唔使飄飄然；人哋誤解你排擠你嗰個亦都係如露亦如電嘅煩惱，風一吹就散咗，何必耿耿於懷？放低對某個特定人同特定關係嘅死理同執念，你先真正騰得出雙手，洗乾淨靈魂，去擁抱自己更完整、更廣闊嘅人生。第3章，逆境與苦難嘅內耗，解構命運嘅虛妄。每個人嘅一生之中，總有幾年係要過大坎嘅。命運嘅重錘砸落嚟嗰陣，通常唔會打招呼，而且力度千鈞。例如喺依家嘅環境之下，有啲人遭遇咗中年失業，上有4位老人家要供養，下有幼子吽吽待哺。每個月一擘大眼就係雷打不動嘅劉太同車太，佢哋每日孭住公事包出門，假裝去返工，其實只係喺公園嘅長椅度坐足一整日，睇住落葉發呆，內心充滿咗絕望同埋羞愧。有啲人創業失敗，唔單止賠光咗多年嘅積蓄，仲爭落咗巨額嘅債務。每日一擘大眼就係債主連篇嘅催收電話同埋法院嘅傳票。佢哋睇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嘅事業，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心如刀割。仲有啲人遭遇咗至親嘅突然離去，或者自己攞到醫院嗰張寫住重大疾病嘅診斷書。喺呢啲巨大嘅生活苦難面前，人極之容易陷入一種毀滅性嘅精神內耗入面。我哋會反覆喺內心咀嚼呢份痛苦，質問老天爺：點解係我？我呢世人冇做過衰嘢，老老實實做人，點解命運要淡對我？呢個太唔公平啦！我哋甚至會為自己嘅一生下結論：我一世啦，我呢世都起唔返身，我嘅人生徹底失敗咗。呢種內耗嘅恐怖之處在於，他將遭遇嘅某個變故、某個暫時嘅低谷，當成咗人生嘅終點站，喺心入面為自己判咗無期徒刑。針對呢種命運嘅暴擊，《金剛經》俾出咗一句非常耐人尋味、醍醐灌頂嘅話：法上應捨，何況非法？呢度嘅法指嘅係佛陀所講嘅至高真理正法，非法指嘅係種種錯誤嘅觀念、偏見同埋執着。佛陀喺經文入面用咗一個極之精妙嘅比喻：我嘅佛法就好像係一條用竹編織成嘅法子渡船，佢嘅唯一功能係幫助你渡過呢條生死嘅河流，由痛苦嘅呢一岸去到解脫嘅嗰一岸。既然你依家已經上咗岸，踩喺硬淨嘅土地上面，你難道仲要蠢到將呢條沉重嘅竹筏背喺背脊度行路咩？連最珍貴指引人類靈魂解脫嘅正法，喺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之後，都要被果斷淡放低。更何況我哋喺逆境之中產生嘅那些絕望、悲傷、憤怒、自憐自哀嘅非法念頭呢？我哋喺生活之中遭遇嘅逆境，其實在本質上亦都係一條命運拋俾我哋嘅觸發。佢係命運換咗一種極之殘酷甚至血淋淋嘅方式嚟提醒你檢視自己以往嘅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同埋價值體系。失業可能是命運喺提示你，你原本依賴嘅行業同埋平台已經行到盡頭。如果你唔主動改變，只會溫水煮青蛙。你必須被逼住去升級自己嘅底層技能。創業失敗可能是命運喺提醒你，你以往嘅盲目擴張同埋傲慢付出了代價。你需要補返商業同人性呢一課。生病係你嘅身體喺向你發出最嚴正嘅抗議，叫你放低那些無謂嘅熬夜、暴飲暴食同埋長期積壓喺心底嘅焦慮。如果你死死揸住眼前嘅痛苦唔放，日日喺心入面背住我好慘，我係個受害者，呢條破船，但你永遠都行唔出泥潭，只能喺痛苦嘅河流入面浸死。
金剛經對抗呢種逆境內耗最狠嘅辦法，就係徹底斬斷對過去同埋未來嘅幻想，將心安住在當下。經文話：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當巨大嘅逆境嚟到嗰陣，你唔好越頭睇，去後悔當初如果冇投資就好啦，如果冇買呢間樓就好啦。嗰個叫執着於過去心，以往嘅事情已經變成了既定事實，喺物理時空入面佢已經消失咗。你嘅後悔除咗消耗當下嘅能量之外，毫無意義。你亦都唔好向前睇，去幻想死啦。下個月如果還唔到樓貸，層樓被發拍點算？我流落街頭點算？嗰個叫執着於未來心，未來嘅苦難有99%都係你個腦憑空想象出嚟嚇自己嘅。你唯一可以把握、可以掌控嘅，只有現在心。事情已經發生咗，債務已經孭上身咗，但就做好最衰嘅打算。今日先去菜市場買啲新鮮嘅蔬菜，為自己同家人做一餐飽飯。今日夜晚準時熄燈，踏踏實實瞓個好覺，養足精神。聽朝一早可以投簡歷就投簡歷，可以去跑單就去跑單，一步一步走，一日一日過。正如《金剛經》嘅核心邏輯所揭示嘅，一切都係虛妄嘅，連你眼前嘅苦難、負債同埋疾病，亦都全都是虛妄嘅想。佢哋今日嚟咗，聽日就一定會發生變化。只要你唔喺內心深處為這個苦難貼上我呢世元旦啦嘅永久標籤，佢就僅僅是一個暫時嘅流動嘅狀態。放低對順境嘅過度依賴，坦然接受逆境嘅淬煉。當你拍拍身上嘅泥土，唔再怨天尤人，專注於做好眼前嘅每件小事嗰陣，你就在命運嘅廢墟之中開出了最堅韌、最美麗嘅重生之花。第4章，自我認知嘅內耗，打破完美自我嘅幻象。除咗職場、情感同逆境呢啲外在因素引發嘅內耗之外，仲有一種最隱蔽亦都最致命嘅內耗，叫做同自己過唔去。喺依家呢個充滿比較同埋人設嘅時代，我哋每個人喺潛意識入面都為自己精心打造咗一個完美自我嘅形象。我哋要求自己一定要是一個無所不能、永遠情緒穩定嘅完美父母，要求自己一定要是一個喺職場上八面玲瓏、情商極高嘅高管，要求自己做任何決定都一定要準確無誤，絕對唔可以犯錯，唔可以樣衰。然而現實中嘅我哋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精力有限、會攰、會自私，亦都會有時懵查查嘅普通人類。一旦現實中嘅自己表現得唔夠完美，或者搞衰咗某個項目，講錯咗句話，我哋內心深處嗰個嚴厲嘅自我審判機制就會瞬間啟動。我哋會坐喺塊鏡前面，或者匿喺被鋪入面，開始瘋狂啖自我攻擊。我點解咁笨？我點解又將啲嘢搞衰咗？我真係太差，太冇用啦！呢種長期高強度嘅自我否定與道德綁架，會徹底摧毀一個人之內在自信心，令人變得畏首畏尾。久而久之，你乜都唔敢嘗試，因為你驚嗰個唔完美嘅結果會戳穿你心入面嗰個虛幻嘅完美外殼。針對呢種由自我期望過高而引發嘅心理頑疾，《金剛經》喺一開篇就通過須菩提同佛陀嘅對話，給出了終極嘅答案。須菩提問佛陀：當我哋發心想要成就至高無上嘅覺悟嗰陣，喺漫長嘅修行道路上，我哋應該點樣安頓？點樣康復？我哋呢顆容易焦慮、躁動、充滿妄想嘅心，云何應住？云何康復其心？佛陀給出了一個極之宏大、震撼寰宇嘅回答：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數無量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呢段話望落好似係講俾要度化眾生嘅菩薩聽嘅，深奧無比，但實則藏住解決我哋個體自我內耗嘅終極密碼。
佛陀嘅意思係，你個心量要無比廣大，你要發願去幫助、去度化世間所有種類嘅眾生，令佢哋都得到最究竟嘅解脫同圓滿。但是喺你做完呢啲驚天動地嘅功德之後，你心入面唔可以留低一絲一毫嘅痕跡，唔可以有任何呢個係我做嘅，我係佢哋嘅救世主，我立咗大功嘅傲慢心或者居功之心，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點解？因為一旦你覺得自己了不起，你就會再次跌入我相嘅陷阱入面。我哋將呢個至高嘅智慧降維應用到我哋對待自己嘅態度上。喺呢個世界上，你最需要度化、最需要善待、最需要包容嘅第一個眾生，其實就係你自己。你可以去努力學習，可以去辦健身卡鍛煉身體，可以去追求事業嘅卓越，呢個叫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對自己負責，提升自我。但是喺你去做出呢啲努力嘅同時，你千祈唔好喺心入面為自己立一個完美嘅我嘅牌坊。你之所以會因為自己嘅一次犯錯、一次面試失敗或者一次情緒失控而痛苦內耗，本質上唔係因為你真係好差，而係因為你對嗰個想象中虛幻嘅完美自我形象產生咗病態嘅執着。你太愛那個光鮮亮麗、無所不能嘅自己啦，以至於你根本無法接受現實中呢個會覺得攰、會生皺紋、會講錯話嘅普通人。金剛經嘅核心智慧係教我哋打破主客體嘅界限，用一種完全鬆弛嘅視角嚟睇自己。下一次當你又因為表現唔好而開始習慣性地面壁思過、責備自己嗰陣，不妨停落嚟，深吸一口氣，試住用金剛經嘅思維對自己講：所謂完美嘅我，即非完美嘅我，是名完美嘅我。呢句話翻譯過來就係那個設定出嚟毫無瑕疵嘅完美自己，喺現實世界入面根本就唔存在，它只是一個用嚟激勵我前進嘅虛擬標杆而已。你要允許自己犯錯，允許自己偶爾搞衰事情，允許自己有悲傷同埋懦弱嘅權利，將那個成日繃緊住、隨時準備去向世界證明啲乜嘢嘅我放低。你唔係神，你唔需要對呢個世界上所有人類嘅情緒負責。你亦都唔需要做到盡善盡美，你只是一個嚟到呢個人間體驗生活、實踐真理嘅普通女人。當你真正放低了對完美自我嘅執着，你反而會發現，你內心深處嗰股一直被壓抑繃緊嘅力量釋放咗。你能夠以一種前所未有嘅鬆弛感同埋自信，去大膽嘗試，去大膽失敗，去享受生命中嘅每一次跌倒與爬起。放低繃緊嘅自我，你先喺鬆弛之中迎來了真正強大、無堅不摧嘅重生。結語：放下係呢世上最狠亦都最慈悲嘅解脫。好多人喺讀完整篇經文同埋道理之後，依然會有一種慣性嘅遲疑。佢哋會覺得喺呢個人人都喺度爭先恐後向前嘅世界入面，放下聽落去多多少少帶有一點消極同埋悲涼嘅色彩。佢哋驚一旦放低了手入面嘅財富、身邊嘅愛人、現有嘅地位就會隨之流走。佢哋誤以為執着先係力量，以為死死攢緊拳頭先係對生活嘅掌控。但金剛經用最狠、最決絕嘅宇宙真相話我哋知，執着先係人類真正軟弱嘅根源。因為當你陷入執着同內耗嗰陣，代表住你已經將掌控自己快樂與幸福嘅權利完全交給了變幻莫測嘅外在，你交給了老闆嘅臉色，交給了伴侶嘅心情，交給了股市嘅漲跌，交給了捉摸不定嘅命運。你好像一個瘋狂但注定要輸嘅賭徒，死死攢住手入面嘅幾枚籌碼，成日患得患失，戰戰兢兢。呢個唔叫勇敢，呢個叫深入骨髓嘅恐懼。而真正嘅放下，係喺睇穿了呢場人生遊戲嘅底牌之後所產生嘅一種大智大勇。呢個係一種乜嘢淡嘅境界？我知道眼前嘅呢一切名利、情愛、順境與苦難，喺時間嘅長河入面終將如夢幻泡影般消逝，冇任何嘢可以被我真正永久擁有。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但我依然願意在當下嘅每一個瞬間，熱烈地活着，拼盡全力去體驗、去奉獻、去愛、去奮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個係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嘅從容，呢個係一種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嘅瀟灑。你唔再被結果所綁架，你變成了一個純粹嘅體驗者。賺錢嗰陣，你享受財富帶來嘅便利，同時樂善好施，因為你知道財富係流動嘅。冇錢嗰陣，你享受粗茶淡飯，內心依然充實，因為你知道物質嘅匱乏困唔住你嘅靈魂。愛嗰陣，你毫無保留，傾注所有；散嗰陣，你揮手告別，祝願安好。當你終於在某一個清晨或者深夜，下定決心放低心入面嗰座沉重，由無數執念同埋妄想築起嘅監牢嗰陣，你會聽到你靈魂深處那個被困咗好耐、攰到散晒嘅自己，發出一聲重獲自由長長嘅嘆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放低啦，放低嘅嗰一刻，你乜嘢都冇失去，你失去嘅只係折磨你多年嘅精神枷鎖，而你贏到嘅是整個世界以及那個完整、自由、閃閃發光嘅全新自我。呢個就係放下即是重生嘅真正奧義。